校长，我是校长，我也是校长，我们都是凤林出身的校长。花莲境内的凤林镇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客家小镇，居住人口只有1万多人。台湾光复后到现在，就出了117位校长，堪称全台校长密度最高的小镇。因为早期务农，家庭生活都非常的辛苦，客家人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做公务员或者当老师，所以在我们本地的风气都是以投考师范学校做第一志愿，所以因此老师多，那自然的后来主任多，就产生了很多的校长。什么是5代校长？这是家父，他是小学校长，他的学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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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通通都当了校长。所以说，要懂神七，这很有趣，要懂省七。古朴的木造房舍是日治时期的凤林支厅长官舍。过去这栋建筑因为久无人居，几乎变成废墟。为了延续凤林良好的教育风气，地方灵机一动，将斑驳的老建筑化身成为校长梦工厂。工厂是制造产品的地方，校长们在学校里面努力的工作，就是把小孩子、把学生们教好，就是教育的产品。梦工厂里展示着校长们的成长、学习与奉献教育的各种经历，借由缅怀过去，让参观的民众学习前人用心向学的积极态度，让更多美好的梦想能够不断地编织下去。上课喽！要懂省七，要懂省七，要懂省七。